郑宝珠，看来你已经生权耽误。儿子，这你先走。你好好管管你的宝贝儿子吧。迟墨，你清醒一点，宝珠才是我认定的儿媳妇。妈，她已经跟咱们家没有关系了。是吗？你3番2次招惹宝珠，啊，订婚了又退婚，不，你让他以后还怎么做人？让我们郑家人的脸往哪儿放？郑总，您消消气，我一定会让迟墨给您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我看没必要。是吧？我是看你是个有用之才，我才一直帮扶着你。没想到，你这么不知抬举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迟墨，还不快给你郑伯父道歉呢！够了！我跟聪明是因为爸爸3年前遗失的陨石戒指相识的，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，直到现在这一刻，我终于可以直视自己的感情。我爱的是郝聪明，迟氏集团也好，董事长的位置也好，我都可以放弃。但是郝聪明，我是绝对不能放弃的。直播，咱们走着瞧。郑伯父，失陪。迟墨，迟墨，你站住！你难道不怕我把宋小小的事情说出来吗？宝珠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咱们俩之间的感情。可是，我们真的是不合适。我不希望你用利益和放下自己的自尊来换取咱们俩之间的感情。你是个好女儿，你应该找到更好的。对不起。迟墨，迟墨，迟墨。女儿，爸爸一定会替你教训他的。妈，算了，我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，爱一个你不值得爱的人，根本就是自取其辱。我值得更好的男人，是他迟墨不配。迟墨，我真的好佩服你啊！演技毫无破绽，连我这个毫不相关的人都被你感动了。你以为我刚才是在演戏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在给我们家小小收拾烂摊子吗？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回别墅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让你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回别墅。理由？本姑娘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你撞炮公司内鬼跟刀疤的事情已经暴露了，现在刀疤逃脱了，你随时都有危险。别墅那边安全系数比较高，再说了，你是钻石峡的主创，回去也能好好工作。梅克辣妹那边我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了，会调你回池市继续工作。我不去，我答应过小小要离你远一点的。小小说你是黑洞体质，你太近容易招黑。而且吧，按照霸道总裁和平民女的传统设定，我容易躺枪。你以为现在观众不是在弹幕面前骂我绿茶婊啊？所以不去。郝聪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跟我撇清关系，那好，你永远都不要再见宋小小，因为在外人看来，我跟宋小小是同一个人。我说错了，宋小小。他连一个完整的人都算不上，所以只要我想，随时都能让他消失。迟墨，陨石中蕴含的能量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完全消除，可能需要进行3到4次的消磁实验。目前我对戒指进行了第1次消磁。你拿回去看看效果。
宋小小，之前我很羡慕你的肆意妄为，不过今天我也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肆意妄为了一次。你做到的事情，我也一定能做到。糖花，给我拿个苹果。好。我去开门。你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呀？这是？把你的手机给我，我要安装定位设备。还有，这里的首饰都安装了定位仪器，我需要你随身携带，因为我要随时知道你的下落。什么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这里就是一个公寓，给你搞得像007一样。你在我家干嘛呀？这是？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。别墅可以不回去，但是这里的安保系数必须要升级。哎，不是，怎么还上去了？好吧，随你便了。等等，现在聪明在我身边，我可以保护他。赶紧把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弄走。再说，就那些人过来，能抵得过我的唐家拳吗？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拳法，我只是不相信你的智商。您的快递。聪明，你看他，他讲的是实话。这儿有一笔钱，你先拿着，找个地方躲一躲。记着，短时间以内不要回来。行，这次的事儿我听你的，是我办事有点冲动了，你放心，以后绝不会给你添麻烦。谢了。跟紧他，办得干净点。哎，钻石侠系列产品的海报就要拍摄了，孙小小那边的行程你赶紧敲定一下，广告部那边的时间可是很赶的。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小小这次好久都没有出现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啊？哦，不是，能不能晚几天啊？我也不知道宋小小什么时候出来。出来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莫不是出事被抓进去了？咱们公司可不能要劣迹明星啊！哎，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就是宋小小的档期不太固定。反正呢，你尽快，等着这个代言的小鲜肉啊，可都排着队呢啊！就算坐牢都可以探视，知道刑期还有盼头。可是小小，你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，跟你在一起又时刻担心你会消失，你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么久，是因为上次受伤太严重了吗？那这次你帮我顶着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出来之后呢，我做大佬，你做小，你跟着我吃香喝辣的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来？那我下次什么时候可以来探监？那，你这样我很难做的。你知道现在外面那些诱惑是很多的。不行，好聪明，你不能再这样悲观被动。作为一个浑身正能量的美少女，你必须主动出击。山不来我就去，小小不出来嘛，我就……
偷偷摸摸的干嘛？要进来进来。谁偷偷摸摸的？我是正大光明的走进来，跟你谈论工作上的事。天王盖地虎。你有病吧？还是池大爷。那个，作为跟小小朝夕相处，比我这个女朋友还要了解他的男人，你知不知道怎么把他召唤出来？知道。真的？那你快把他召唤出来吧。郝聪明，我告诉你，我迟墨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。宋小小的出现，只是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负担而已。是，我知道池大爷你日理万机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联系小小。自从小小上次把我从坏人手里面救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那很好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。池总，钻石匣的宣传照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可是小小没法出来。这个是您的生意，为了您的工作，为了集团的荣誉，能不能麻烦池大爷、池总、池大总裁您召唤他出来一下呢？我拒绝。此次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出去吧。脸上带刀疤的男人死了，你确定吗？应该没错，尸体是在郊外发现的，身边留了一封遗书，说是因为欠了赌债来勒索一笔钱，没想到计划失败了，他害怕被报复，所以就自杀了。金秘书，你想一想，一个穷凶极恶的赌徒，甚至连绑架案都敢做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自杀？老板，您是说是幕后的人做的？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要想找到幕后黑手，就要等他再次出手。哦，对了，金秘书，你一定要保护好郝聪明的安全，懂吗？咱们家小小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别人家的宣传照都拍了，就等他了。他要是不能来，我们也只好换别人了。不要啊！宋小小和池墨长得那么像，如果他能来当代言人的话，那多有噱头啊！那你就把他约出来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些小咖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我可不是小咖啊！我说过你会有危险的，怎么也不注意一下？聪明，你还是跟我回别墅住。我不去，我交给韩毅的房租还没到期。那如果我答应你代替宋小小拍摄《钻石匣》的宣传照，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别墅住，你会答应吗？成交。我说聪明啊，你真的要搬回池墨那儿去住啊？你走了，这满屋的黑科技怎么办？等池墨找到真凶了，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卖了，换成烧烤吃。哎，聪明，我是真不放心你，要不跟你一起搬过去吧？我可以给你当天然保镖啊！哎，别，你不知道池墨那个人有多龟毛，处女座画风霸道总裁。以前我坐他车的时候，他要把整个车全部消毒一遍。你要入到他那里去的话，
你让他看到你那个脚丫子在那地毯上踩来踩去的，他会被你气死。哎，那我可以在他们家附近再买一栋别墅住啊。他那个地方吧，风水不太好。你知道我以前在他那里被保价过2次，所以我劝你还是别去了。万一八字跟你不合，诸事不利，诸事不利。行吧，我先走了。我过2天就回来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聪明，这聪明就是太没戒心了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善良，好吧？我说呀，这嫁出去的闺女就像泼出去的水。我估计聪明那个250早晚会被迟墨拿下。再转一圈，换个 pose。手放上来。你这不是拍炫酷钻石侠广告，你这是拍商业西装的硬照。不行，画风不对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有没有什么身体记忆，靠身体的惯性自由发挥这种？郝聪明啊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。这具身体我用了20多年，保存的当然是我的肢体记忆。想让我拍宣传照没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想召唤出宋小小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宋小小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和伟大，随时可以被替换。石墨，我找你来替拍，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，而是因为模特事业是宋小小一直非常珍视的工作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现，什么时候会消失，但是他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，不管是爱情还是模特事业。更何况，钻石侠是他情感的凝结，他才是最合适的代言人，其他任何人都不是。他是没有那么重要和伟大，但是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存在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又没有那香气呢。我可以对你进行改造啊。我知道你是霸道总裁的设定，但是穿衣风格是一个人心情的写照。陈大爷，你必须要换一个风格了。行了吧？再换一个吧。微笑。哇！放松，放空你的思想，心无杂念。然后，老板，您最近心情很好，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吗？什么？您最近笑容变多了，公司的女员工都在议论，说您的魅力值大大提升了。是吗？最近池总又和那个郝聪明搅和到一块儿了，不过他像变了个人，劝一有形不说，整个人都变得有亲和力了。擦汗。不擦。我很热，我让你擦汗。哪里有汗？这边。还要不要擦？这里。脖子后面有。韩先生，请坐。我记得还有一个订单还没结束吧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那个订单的后续尾款我会尽快还给你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您的水。虽然我是个生意人，但我还是个有原则的生意人。嫌钱不够多？不，这跟钱无关。郑小姐，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当一个女人不被一个男人所爱的时候，在他的眼里，即使你赤身裸体，也不过是一对血肉和骨架。你太过分了！情不投，意不合，非要在一起，结果自然这样。郑小姐，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爱过迟墨。我当然爱迟墨，我爱他，我为他付出太多了。但那不是爱，那都只是你的占有欲在作祟。郑小姐，你这一辈子过得顺风顺水，在家里面，
你的父亲宠着你，所有的人都对你百依百顺，没有人敢跟你说半个不字，所以你越是得不到的越要得到，越是追不到的男人，你拼了命也要追到他。但那不是爱。如果迟墨还是那个3年前对你百依百顺的迟墨，你还会爱他吗？我爱的是现在的迟墨。迟墨还是3年前的那个迟墨。你之前容忍不了他的缺点，以后你更不会容忍。所以郑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放手吧。如果我今天答应你的话，我们以后的纪念日都要在烧烤摊上过。你知道这个楼有多高吗？知道这个楼顶的风有多大吗？体验过往下跳时看一眼脚软的感受吗？郑小姐，我听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被退婚的那一晚，我差一点从这跳下去。郑小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因为不论我怎么说都会被骂。但是3年前你跟迟墨分手不是因为我，现在我跟宋小小在一起，也绝不是因为迟墨是迟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。郑小姐，您的感情一直是您自己在做主，换言之就是 no 作 no die。但是我跟我男朋友的感情，我真的自己做不了主，还请您见谅。你，哎，没事吧？哎。好，来换个角度。哎，好，表情再凌厉一些。好，我们已经拍了你很多带杀气的照片了，现在要拍你和女主角的照片。你要深情的凝望女生，或者就把她看成你的爱人吧。好。好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OK， 休息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不拍了？还没拍完呢。继续拍可以，但是我要换你做女主角。我？不行，我又不会拍，而且我腿晚。郝聪明，我为了帮你拍这个广告片，我都忍受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改造，怎么，你连这点牺牲都做不到吗？我又不专业。